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1月17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做伙来关心天气，这2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变强，也有万宜风台外围水汽向北刷过去的影响，台湾附近这水汽是有较侪，这方面地区是持续咧落雨，也那基隆北海岸、台北山区，也有宜兰地区嘛，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到大水雨的等级，咱做伙来看分度。 来看这东北季风变强，水汽有加较侪，所以气象署是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基隆北海岸，也有台北市山区是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也那北部、东部甲东南部地区是会落阵雨，另外东部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也那温度的方面，这北部甲东北部是有加较凉，差不多伫咧19至21度左右。其他所在这早暗也加较凉冷，大概是20至23度。 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 APEC 会议，即马当咧秘鲁来举行。咱的秘鲁代表处是用大型的电子扛棒来宣传台湾半导体的特色。也毋过，当地所传出，伫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爆过为进前，有人甲即个电子的扛棒断电40分钟，嘛有中国人总去到大楼内底，要甲即个扛棒挑掉。 APEC 期间，咱自秘鲁代表处伫利马市交通要道刊登7个大型形象广告，强化台湾半导体优势特色。也过秘鲁当地媒体报道，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时到秘鲁进前，有中方人士甲位伫机场附近播送台湾广告电子看板，严格断电将近40分钟，甚至有挂喙暗后面的17名中国公民一度要进入刊登咱方广告的大楼，想要用玻璃的手段甲伊拆掉。Hemos tomado conocimiento que personas extranjeras han venido cubiertos con mascarillas con la intención de entrar por la fuerza y despojar uno de los paneles publicitarios que tenemos en la azotea del edificio, sin consentimiento y bueno, aprovechando la ausencia de la autoridad policial. Y eso nos perjudica porque estamos en estado de zozobra. 咱自述代表批评因的无理行为，就显甲一般民主社会严重来脱离，已经协助广告商来加强相关的维安。尽管中国安尼施加压力，咱国领袖代表林胜义继续伫 APEC 会场中甲各国领袖代表互动。 伫领袖甲贵宾非正式对话款节期间，林胜义甲美国总统拜登进行晤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伫边仔听。林胜义除了甲拜登就台美议题进行交流，也感谢拜登过去4年促进台美关系贡献，更加邀请伊未来访问台湾，气氛真热烈。另外，伫暗时宴会时，林胜义甲泰国总理贝东丹开讲，拜登也伫边仔。也那林胜义的正评是在新加坡总理黄顺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青春世代被批书的活动呢，是邀请到总统赖清德参100外的高中生来座谈。有学生是讲，因为国内这高中生困眠的时间是平均无到7点钟，希望这上课的时间爱较短咧，也那补习班英文的时间嘛爱缩短。 主办单位邀请高中生提出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其中建中学生讲，台湾的学生平均困眠是6点9点钟，特别高城是困无8点钟，比西方和欧洲国家更较少。因为讲后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课的时间伤过长，还有补习文化等等。希望会当学南韩，要求补习的时间无应该超过暗时10点，嘛希望改革考试的制度。 在新加坡，为了减少学生他们在考试以及学习的制度上的压力，删除了考试的排名制度，改善了他们的睡眠品质，也增加了他们睡眠的时间。现场嘛，和主持人代替念出学生提出的7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桃园大华高中的学生直球对决，伊问总统讲，安怎传领台湾和平卖战争？我们不放弃任何和平的机会，我们对和平要有理想，但不能够有妄想。 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和平之道不切实际，那恐怕不仅仅和平不可得，恐怕也会引来战争。 总统阁颠倒去问现场的学生，若讲有3个选择：第一是和中国签和平协议，就是西藏模式；第二个是顺港澳模式，接受一中原则；第三是和其他的民主阵营徛做伙，靠实力来追求和平。大多数的学生拢选3，另外嘛有学生是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的台美关系。罗总统讲，希望伫现有的基础顶悬，继续创造台美双赢的局面，互台海更加和平稳定。 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
自由时报，劳动部岛原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开放做点钟的义工去服务一寡临时短期紧急有需求的家庭，希望在年底进前上无会当选出3间机构来试办。中国时报。宪法法庭在2当前判决讲，健保法当中停保甲复保的规定是违反保留原则，若准2当内无修法就会失效。即马离期限是剩过外月的时间，卫福部也无一个方向。海外的民众敢会当回来复保看医生，会变作是真大的问题。联合报，民众党主席郭文地其阿金健请假3个月的时间咧要到，黄国昌表示，伊是尊重郭文地的意愿，予伊会当继续请假。有分析讲，即马内部是分做2派，也毋过目前。还阁无人敢做决定。另外，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南非东北部的豪登省这个所在，最近是发生几件食物中毒的案件，已经有20多人死亡，是以6岁到9岁的囡仔为主。当地政府是来出动警察甲卫生单位去抓一寡无登记的店头，希望会当赶紧解决问题。参加总礼民众，大家拢真哀伤，目屎强要流落来。相片内底5个囡仔原本应该是快乐去读册、佚佗的年岁，严国俊却是倒伫棺材内底，伊拢是这波食物中毒案的受害者。根据南非政府资料通报，到顶礼拜六为止，敢若食有问题的食物里中毒的民众超过440人，其中大多数是6岁到9岁囡仔。当时案例集中在南非东北部的豪登省，包含这个上大的黑人的城镇索韦托。In the past weeks, several chemicals were bandied around as possible causes of death. Some were even found in some retailers. 这个食落会死的化学物质包含有剧毒的农药托氟松。事实上，对10年前的种族隔离时代开始，像种温藏在社区内底杂货店抑个食品工厂，就是真侪中华阶层民众平常时生活所需要来源。就算到即阵，校内底也有真侪即款的店。不过，亲像货架顶面遮尔多食品，到底是对倒位来？成分是啥物？往往欠缺检验甲保障。We confused. We had the doctor told us in a report, but we still confused. So it just leaves us with more questions. 包含所谓托在内，警告豪登省是南非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 ANC 的大票仓，所以讲食物中毒案件除了引起民众惊吓，执政当局也真重视。在月中就大批警力出动，配合卫生单位的人员，强力处理无合法登记的店头。这对着解决食安问题有偌大的帮助，也有待观察。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国内在地消息来关心的是，昨高铁有一班上北的列车，要到台北的时阵，有旅客因为900人冤家，结果一个无欢喜，就举刀啊去插伫别人的刀啊帮顶头。警察是来调监视器找人，落尾会以刑法恐吓公共罪来交地检署侦办。乘客一阵惊吓，杀来杀去，也拿高铁列车长接报，赶紧去看。高铁正式16上811列车，伫到台北站进前发生旅客行为无正常的事件。根据看到旅客讲，当时看到一个男乘客甲一名女性乘客冤家，并且攻击对方，所以也把刀摕出来。拿出刀械之后，是先把那个刀械摔在地上给大家看，那之后再把刀械捡起来之后，让刀出鞘，让大家看说他拿的是刀子。那随后就很快的把那把刀子插在旁边，就是18D 座位的那个桌板上。现场就有人很紧急的去按那个对讲机，请求那个站务人员协助。所有人跳起来，然后都一起往那个后面的车厢挤，往11节、12节去挤，蛮多人，然后都就一直在互相的这样推来推去。铁路警察调看监视器，发现这台列车经过标志站时，这男性乘客当时坐伫车厢出入口的所在，甲一名女性乘客就已经冤家。让列车到邦桥站时，男性乘客入去这车厢坐车的所在，对这女性乘客来喝休，并且出手要拍人，边仔民众协助甲双方隔开。结果10个人落伫地板的包啊，有一支刀落出来，刷来伊顺势举刀，结果就插伫椅仔顶面。列车上很多见义勇为的民众就及时将双方隔离，所以就让这个整个在车厢的混乱没有扩大。台北分局的南港所派员上去监视，那这个刀我们也查扣，那后续我们会做后续的监视。铁路警察局已经把刀啊扣来修正，并且调看相关的监视器掌握嫌犯的动向。
向下公众行为已经违反刑法，相关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让警方也加强列车的巡逻。高提供这事件并无造成任何旅客受伤，也呼吁旅客坐车期间若是拄到无正常行为，请随通报列车长也是车安人员来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顶届的空雷风台过了，这花莲的海墘也是有大量的水流差。这几天，这个天头风台佮加上海流的关系，是甲部分的水流差扫入去到花莲港内底。即马相关单位已经启动清除的作业，上紧伫1礼拜内就会当完成。大型机具甲一支一支的大水槽压起伫码头顶，另外一边嘛有工作人员驶细架船，用人力的方式捡较细支的大水槽。这是花莲港，安尼看过去，规个拢是大水槽，数量是真惊人。花莲港务分公司和渔会分工合作，16个日头早就较紧加派人员和重型机具来到这做清运的动作。刚瑞台风造成的，然后大量的漂流木，然后这一次的天兔台风的潮水所带进来，在港区里面的大量的漂流木。花莲港务分公司讲，顶一摆的空瑞风台，替花莲的山区是早真侪雨水来，大量倒去的树仔和断去的树枝，拢对海涌流到海边啊。北滨、南滨、花莲海岸这所在，规个海岸拢是大水槽，差不多有13000栋。这摆因为天头风台流入来花莲港的大水槽，差不多有500栋，这么大的数量是严重影响到船只的出入。增派人手居聚。预计在日夜打捞，预计1个礼拜内完全清除完毕。花莲港务分公司目前会阁增派机构和人力来全力清运，另外嘛提供管制区内港府用地，互林保署暂时来放有检查，而且设监视设备24点钟来监控，出入口嘛有港务警察来管制，确保这珍贵木材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个读1年的查甫囡仔，昨下晡伫大理区文化公园佚佗的时阵，去弄到头壳，结果血一直流，连这个运动衫嘛拢倒着，互家长是真唔甘。区公所表示讲，会赶紧去甲慰问，也会来强化公园的防护措施。但小弟弟的头壳顶也阁包着纱布，伊才7岁，读国小1年啊。15号下晡3点外，安亲班的老师带着伊甲其他同学到大理区文化公园来活动。伊甲同学走到大象楚留龙下骹的磅空绳，但是要出的时阵，就弄到伊的头壳。我要起来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就撞到。但小弟弟的头当场血一直流，白色的运动衫嘛拢染做红色。伊的爸爸接到通知，赶到病院，看到囡仔的伤势，相当的唔甘。一定紧张的，感觉就不好的希望说不要给下一个小孩造成伤害。因为是石头的，所以撞到一定会痛啊！我是希望就是我们公所还是什么单位，他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防护措施。受伤查甫囡仔的爸爸甲附近的民众拢感觉，这个公园有规儿童防护不足，希望市府会使较紧加强，才袂还佫有其他的囡仔受伤。负责维护该公园的是大理区公所，公所表示会加强有关的安全防护。区公所已经紧急派员将现场围设3角锥警示，那后续会邀集养工处会看研议加强有序的安全防护。不过有民众认为，市府应该全面检查有儿童有关的公园，若是发现防护不足，就要马上处理。唔是伫咧意外发生了后，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新竹市政府带民众到香山区的乌鱼场来透过体验，也佮有鱼面的解说，互民众会当熟悉这乌鱼子到底是安怎做，嘛互民众来了解鱼面的情况。各个物种它在池子里面都有扮演各自的角色，比例上要稍微仔细的去拿捏。渔民带大家来到鱼池，了解各种无同鱼仔的特性甲知识。民众佮透过看到乌鱼收成过程中，了解鱼面的辛苦。带囡仔来想讲，要互伊知影讲，咱的乌鱼子，咱个人拢食乌鱼子，乌鱼子是安怎配出来？乌鱼子伊是为肚子里面嘛，什么鱼啊，什么种鱼啊，伊生伫咱的身体内底做倒一个所在的呢？除了收成过程，现场可以当看到乌鱼子制作过程，两台拢是靠饲乌鱼专家的渔民指出。其实台湾有真丰富的渔业资产，鱼仔的种类是百款。建议大家若是想要买鱼仔食，
选择在地鱼啊，那清澈更安全。就近采买可以减少那个所谓的碳排放，也就是整个产品它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可以到最少这样子。而且就近选购也有就是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确保你的食材的来源。用一个较对环境较好的方式，直接买到鱼啊！因为你买到真正新鲜的鱼啊了后，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后开去菜市啊拣鱼啊买鱼啊。市府指出，透过课程，民众唔但会当了解鱼仔的成长过程，嘛学习到重要的渔业知识。主要就是让大家做一个体验，让他知道说，其实每一个食物都来自不易哦，而且呢，它是有一个价值，大家吃起来会不一样。那达到我们一个寓教于乐，还有赐予那个价值的目的。参加完活动的民众讲，后摆去市场买鱼啊，拢会尽量选择在地，嘛对渔民的辛苦充满感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李春园是南瑶宫老大妈的价钱乐队，所以佮有大妈馆的称号。今年是老大妈会成立210周年，这李春园是特别请老大妈回来做客。办仙来祈福，福禄寿3仙代表福气、财富、长寿，佮跳家关精彩的办仙戏。今年是中华南瑶宫老大妈会成立210周年，老大妈的价钱乐队李春园特别请老大妈回来做客办仙祈福。迄阵妈祖经还未完成的时阵吼，妈祖婆就拢来寄伫李春园，所以李春园的时阵，人嘛另外讲有一个称号，讲是咱是大妈馆。李春园甲这个老大妈有真深的因缘。李春园是目前国内记录着上早成立的北管乐团，所以地方也流传一句话：有中华城，就有李春园。早前捌伫校歌校热时阵举办演习课程，吸引袂少少年辈来学北管，尤其学办仙戏，更加是无简单。阮北管像老师拢咧讲一句话啦，讲吼来学北管无做戏会衰，就是鼓励阮着爱来上病做戏，因为做主题戏是阮这学北管一个上大一个目标。音乐较简单，因为我是就是即马职业的乐师，对，所以就是骹无手路对我就困难的。李春园表示，过去民众做客馆学传统戏曲，一来是休闲活动，二来是为着庙会节庆。有200多年历史的李春园客馆，2021年底开始进行整修工程，目前搁咧争取彩绘修复，期待完工了后继续培育北管主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有民间团体来举办园游会，透过关卡，互囡仔会当讲出家己的想法，嘛互家长来了解囡仔有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个关老爷他说什么东西？天哪！我家出了一只红猫，真是家门不幸啊！带囡仔读绘本，讲这只色水特别的鸟的故事，囡仔认为就算家己参别人无同，也不要紧。不能决定我，因为我有权利呀，大家都有权利。讲故事也参囡仔讨论议题，展现囡仔有表达意见的权利。这是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举办的儿童人权园游会，今年办到第5届，让大众关注囡仔的人权。那你如果说我不要，或者是我害羞，我说我没有叫人，就会被冠上不礼貌啊，然后不大方啊这些词。那其实像这些词，它其实都隐隐的含着你可能要符合别人的期望，你可能就要委屈自己，或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甚至你不能发声。促进会登记推动儿童人权议题，希望家长管教囡仔的时，以莫拍、莫骂、莫威胁、莫声、莫恐吓高大原则，参囡仔平等对话解决问题。有时啊嘛是会大声甲伊讲话，但是阮尽量都是控制甲讲莫有迄拍，也是甲伊骂，甲伊细汉，互大人安尼拍骂起来，你家己嘛是有感觉讲。对家己有一寡影响。促进会讲，囡仔的声量较细，因的人权议题较接互人失注意。要展现儿童人权，促进会望通为儿童表意权开始，互囡仔甲大人有平等对话的空间，以讨论解决问题，代替传统拍互乖、骂互知的教育方式。
记者讲李玉凯台北报道。为了要让民众熟悉保安林的功能，宜兰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昨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来举办孤山岛保安林模拟投票号名的活动，预计明年就会当正式来举办。学生摕大纸替孤山岛保安林的名来投票，有孤山岛孤将军和柑仔蛋语配牛会当选择。罗东自然教育中心16早起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办孤山岛保安林模拟投票号名的活动。好，那保安林是什么呢？大家有概念吗？环教署向民众来介绍保安林的功能。根据林业署的统计，全国已经有39个所在的保安林有正式名称。传统无虾米感情的编码标示，是无法度互外界随知影保安林的位和文化特色。林业署希望透过号名，让民众对保安林更加熟悉。是模拟命名，在2707号保安林，位于龟山岛上的渔业资源保安林，让大家来认识这间渔业保安林如何能够保护到龟山岛周边的渔业资源。宜兰较有名的保安林包括壮围、加流沙坡、金龟寮等等，主要的功能有保护水库、稳固边坡和防风沙等等。孤山岛的保安林，更加会当替适合离岸海域提供养分，保育渔业资源，学生透过活动学相关知识。黑牛，因为它的名字很特别，可能它盖在海边会挡到视野，可是它很重要。林业署讲，保安林的号名主要是透过在地民众和基农的访谈，选出保安林所在地的特色、在地客观是安怎叫，含有历史文化意思的名，再搁开放民众投票来号名，用这个方式来加入人文的温度。暗算明年正式举办孤山岛保安林号名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